頒拜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閉幕，但今屆獎禮留俾全網最爆嘅話題，唔係邊個攞影帝，唔係邊套戲成大贏家，而係一個名維斯雅。好多內地觀眾之前連聽都未聽過呢個香港女演員，居然爆冷奪得最佳女主角，成為百花獎史上第一位香港影后。呢個紀錄絕對值得寫入電影史冊。但就喺呢份沉甸甸嘅榮譽背後，頒獎軟薄卻上演咗極大反差嘅一幕。宣布佢得獎之後，鏡頭一掃全場，周圍熱鬧到爆一眾圈內藝人互相倒掛傾偈。但啱啱捧起獎棒嘅維斯雅企喺人群入面，顯得格外冷清。落台之後冇同行圍上嚟攬住，恭喜舞劇組伙伴簇擁身邊。成晚晚會破地獄劇組其他人都冇到場，偌大嘅會場得佢一個代表成山氣，自己捧住獎牌靜靜雞離場。令全網更加炸開攞鼻嘅係佢結束北京行程飛返香港嗰晚，航班延緩接近4個鐘，夜晚10點幾，維斯雅拖住行李釘行出香港機場接機大堂。身為新當百花影后，佢冇助手，冇隨行團隊，冇保贈開路，冇粉絲成群接機，冇公司人員，等佢自己推住個大秤，手上面揸住啱啱拎到嘅百花獎底，一身普通嘅背心牛仔褲，好似個出差完啱啱收工返屋企嘅普通打工仔，孤零零企喺媒體鏡頭面前，只得佢自己老公揸住一束花過嚟接佢歸家。呢段畫面放上網之後，直接掀起全網兩極爭議。有網友望住佢獨自離場嘅背影，覺得心噏落寞，感慨圈內人情冷暖，攞咗大獎，但落得冇人理。亦有另一邊網友話呢個根本唔係被排斥，反而係撕開咗娛樂圈虛記嘅體面，睇掉明星身上層層光環，等大家見到演員本質上都係一份職業。有人質疑獎項含金量，有人感慨港圈藝人喺內地嘅處境，亦有人深挖維斯雅10幾年坎坷經歷，慘頂呢份遲嚟嘅榮譽背後，藏着一個普通女仔一路捱出嚟嘅半生。後來維斯雅親自回應話，肯爸佢認識嘅人唔多，淨係梁家輝同朱一龍並唔係孤獨。同笑話，本嚟驚自己零票會好閃㗎，你睇人哋自己根本冇當一回事，係網友幫佢唔抵。但講真，呢個回應本身正正又反映咗一個問題，一個攞咗影后嘅演員喺咁盛大嘅頒獎禮間罷，識得嘅人竟然得2個，背後折射出嘅係香港演員喺內地影視圈嘅真實生態，亦係維斯雅一貫嘅作風。佢唔混圈子，唔搞社交，唔去飯局，唔經營人脈，就係安安靜靜拍戲，拍完就返屋企。喺呢個人搶資源、搶曝光、搶熱搜嘅行業入面，佢活成咗一個異類。頒返去百花獎評獎禮嗰晚，開獎之前，幾乎所有輿論媒體預測都將最佳女主角焦點放喺馬麗、高葉、宋佳呢啲國民度高嘅大熱人選。馬麗8億票房女演員，喜劇一姐，高以一套狂飆紅遍大江南北，大嫂成章深入民心。宋佳實力派戲骨，獎項攞到手軟，幾乎好少人會將注碼壓喺維斯雅身上。好多內地觀眾甚至對呢個名都覺得陌生。所以當大屏幕公布票數，維斯雅以議事1票奪得影后，而馬麗僅得2票嘅時候，全場都呆咗。呢個唔係靠流量、靠人氣、靠資本操作可以攞到嘅結果。百花獎嘅評委係實打實100多位電影從業員，佢哋用手上嘅票投出自己心目中真正嘅最佳維斯雅嘅勝出，完全冇刻意造勢嘅。痕跡鏡頭下嘅佢，成塊面都係藏唔住嘅錯愕同慌張，嗰種神情唔係明星慣用嘅聲虛演技，而係普通人猝不及防收到巨大驚喜時最真實嘅本能反應。佢起身嗰陣甚至有啲不知所措，周圍望好似想確認係咪真係叫緊自己個名。聚光燈照亮嘅一瞬間，大家都發現佢面上嘅異樣，上唇帶住一道仲未埋口嘅傷口，講嘢時嘴唇輕微牽動，清楚見到尾二合嘅線痕。距離頒獎禮只係半個月。7月30號，維斯雅喺拍新劇時發生嚴重片場意外，玻璃碎片封傷左上唇，造成全層撕裂，傷口內外總共封咗50幾針。
你冇聽錯，50幾針，仲要喺塊面度，喺嘴唇呢個最顯眼、最影響形象嘅位置。影視圈一向重視藝人嘅幕前形象，面部受傷對演員嚟講，堪稱事業重大打擊。好多藝人遇到同類傷勢，都會大賣敬業人設，靠傷勢博流量同情。通稿買到亂熱，手掛到爆，粉絲心痛晒，一輪操作落嚟，傷都未好，熱度先賺一筆。維斯雅卻完全相反。佢測先前一日，頭戴住未燒煮、大有機會留疤嘅面，亮相百花獎紅地，提佢術後出嘅第一條社交動態，完全冇訴說自己傷痛，反而全程向劇組道歉，擔心自己受傷，耽誤拍攝進度，影響團隊整體工作。呢份優先體諒人哋嘅善良，唔係刻意打造嘅人設，而係佢多年環世界尋灌出嚟嘅本能素養。而呢次受傷，仲有個細節值得講，佢老公周子安本身係醫美醫生，接到消息後即刻趕到醫院，馬上聯絡整形外科同麻醉科專科醫生。可以話，如果唔係老公第一時間趕到，用專業人脈安排最好嘅救治，維斯雅嘅傷口可能會留低更嚴重嘅疤痕。但就算自己老公就係醫生，就算得到最及時嘅處理，50幾針嘅傷口拆線，前一日嗰種處橫同痛楚，普通人可能連門口都唔想出。佢都好，直接飛去北京行紅地鐵領獎講，感言全程笑容滿面。你話佢敬業又好，話佢性格硬淨又好，呢種事放喺成個娛樂圈，冇幾個人做得到。維斯雅嘅突圍從來冇運氣眷顧，全靠自我死撐。佢出身草根窮家庭，好早就落學幫補家計，做過櫃姐兼職模特，而底層辛苦工全部親身捱過。佢最早喺六福珠寶賣鑽石，16、17歲就開始做兼職模特，賺到嘅錢幾乎全部攞返屋企，自己口袋剩唔低幾多積蓄。24歲嗰年，維斯雅被模特公司推薦去試鏡，成功約英皇娛樂，本以為事業迎嚟轉機，點知呢個只係長達16年配角浮沉嘅開端。入行第一日，難題就殺到圈內，已經有歌手維斯為免觀眾混淆，公司要求佢使走姓氏，淨用詩雅出道。嗰幾年，一個連完整姓名都揸唔到嘅新人，長年企喺片場角落。你諗下，連自己個名都保唔住，喺呢個講究個人品牌嘅娛樂圈，即係代表咩？即係你由一開始就被弱化、被邊緣化，可有可無。之後漫長歲月，佢長年做小配角跑龍套，角色毫無記憶點演過人物，演過死屍十，演過得2句對白嘅路人。2010年前度，佢飾演阿詩，係阿廖嘅韻物，出場唔多，觀眾睇完記住阿廖，記住陳偉霆，冇人記得佢。佢出道第一部電影就做過女主角，但之後條路一直滑落去做大配角、小配角，好長一段時間冇戲開。觀眾可以記住角色，記唔住佢個樣，記住佢個樣又記唔住佢個名。行業低谷期，佢連續2、3個月冇任何公開，銀行戶口清零，佢曾經窮到交唔起租，靠同公司嘅朋友互相接濟，袋入面剩低100蚊，仲要夾錢搭車返屋企。呢種拱景唔係劇本入面演嘅，而係佢真實經歷過嘅人生。深知演員前路難測，收入唔穩，維斯雅一直保持危機感。佢利用空檔時間瘋狂考牌手、揸鑽石廣定、導遊、潛水、救生員等10幾項專業資格證書。佢話萬一有一日冇戲拍，都要識啲嘢揾食㗎。呢個唔係咩以智人設，而係基層人最樸素嘅生存智慧。佢為自己留足後路，但始終死守住演員呢條最難行嘅路。明明有咁多證書可以轉行，明明可以做導遊、潛水教練、晶石、廣定師，邊一行唔比跑龍套穩定？但佢就係唔放棄，就係要向演員條路死磕到底。今次幫佢贏得影后嘅破地獄，題材冷門小眾，講香港力壯行業故事，拍攝難度極高。為咗貼近角色狀態，維斯雅提早9個月拜師學歷儀全套流程，反覆打磨專業儀式動作。你要知道，索兒呢行普通人連接觸都忌忍佢，卻要提早9個月去學，去了解每一個步驟、每一個手勢、每一句說語。片場拍攝時多次面對危險，掟劍戲份中劍尖，差啲篤親眼，手部受傷，縫咗7針。
佢簡單處理之後，即刻回歸片場，繼續拍出演除暴時，佢摒棄偶像包袱，主動曬黑皮膚，配合角色真實質感。一個女演員主動曬黑自己，喺而家呢個羅鏡厚過臉嘅行業入面，簡直難以想象極致嘅自律同認真。喺2025年橫掃4大電影節影後，獎項16年，龍吐尋打咩？佢終於熬出頭，企上影視行業嘅高光舞台，而破地獄。呢套戲亦喺2025年9月宣布，代表中國香港角逐第9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電影。一個冷門題材，一個香港團隊，一個曾經嘅龍吐女演員，硬係將條路行通咗。講到呢度，不得不提一個好多人忽略嘅細節位，詩雅喺英皇娛樂做咗足足18年，由2008年簽約到而家，佢從來冇跳過槽，冇鬧過解約，冇同公司反面。喺呢個個個追求利益最大化，稍為唔滿意就劈炮嘅行業入面，佢一做就18年，而英皇亦冇放棄過佢。就算佢10幾年唔鹹唔淡，就算大部分時間都係跑老套，公司始終俾機會俾資源佢。今次佢拎到百花影后之後，最開心嘅除咗佢自己，恐怕就係英皇楊受成多年嘅長線投資，終於喺呢一刻收到回報。所以你睇呢個世界冇無緣無故嘅成功，亦冇無緣無故嘅堅持為詩雅嘅死開英皇嘅唔放棄，兩者加埋先造就到今日嘅百花影后。銀幕入面拼命硬淨嘅衛詩雅，生活入面溫柔又專一。佢係娛樂圈少有嘅斯文絕緣體，從來唔靠戀情炒作博熱度出道咁多年，你幾乎睇唔到佢嘅斯文，睇唔到佢同邊個男明星全國曖昧，睇唔到佢用私生活上熱搜。喺呢個靠騷文就可以漲粉，靠戀情就可以出圈嘅時代，佢硬係將自己活成一個騷文絕緣體。好年嘅情感經歷同圈內人情冷暖，令佢一度堅定恐婚，選擇丁克。佢曾經被背叛過嗰段經歷，令佢對親密關係充滿戒備。佢慣性睇對方手機，情緒容易失控，對任何人都保持距離。佢長年專注事業，將揾錢拍戲當成人生唯一重心。身邊人一個一個結婚生仔，佢始終得自己一個，唔係冇人追，係佢唔敢信，唔敢愛。22歲嘅佢，卻迎來人生嘅情感逆轉。佢老公周子安係圈外精英，港大醫學學士，自營醫美中心，履歷亮眼，兩人相識極具緣分。2021年經朋友相親介紹，見面後先知，周子安原來係衛詩雅之前嘅醫美主診醫生。工作狀態嘅周子安嚴肅做專業，衛詩雅之前從來冇特別留意過佢。你睇，緣分就係咁奇妙。喺佢度做過醫美，佢幫佢睇過診，但兩個人邊個都冇話諗多。直到朋友安排相親，先發現原來一早識得追求期間，周子安褪去精英光環，溫柔又真誠，手寫詩歌彈奏鋼琴，用笨拙又純粹嘅方式表達心意。一個港大畢業嘅醫生會手寫詩會彈琴，呢種追求方式放喺而家乜都講求效率嘅年代，簡直好似上世紀嘅浪漫。呢份質覺嘅真誠，慢慢打動咗長年封閉內心嘅衛詩雅，但佢哋嘅感情都唔係一帆風順。衛詩雅40歲生日時，周子安精心籌備驚喜派對當眾求婚。當時嘅衛詩雅正全身心投入破地獄嘅角色情緒，高度硬緊，突如其來嘅求婚打亂咗佢嘅動作狀態，佢當場冇答應，之後仲因此同對方拗過。你諗下，一個男人精心準備求婚，當眾單膝跪地，結果女方冇應承，換邊個心入面都會唔舒服啦。但周子安冇心存芥蒂，影片殺青後開到鄭重求婚，衛詩雅坦然應允，亦為之前嘅失態主動道歉。之後相處中，兩人仲發現彼此係校友，周子安係佢中文老師嘅舊生，多重緣分加持，兩人喺2024年6月公布求婚喜訊。2025年2月16號。喺香港行婚禮之後，喺金鐘鄉格里拉擺咗24圍婚宴，楊受成、霍汶希呢啲圈內大佬同有關智彬等好友全部到齊。曾經堅決丁克嘅衛詩雅，亦因為對嘅人開始期待完整嘅家庭生活，甚至考慮生 BB。佢後嚟喺訪問中講過一段話，
大意係周子安接住咗佢所有嘅唔相信。佢慣性睇手機，佢從來唔阻止；佢情緒失控，佢從來唔還擊，而係等佢冷靜落嚟再講。一個被背叛過嘅人，最需要嘅唔係我愛你，而係我唔會走。周子安用咗2年多時間，令佢相信咗呢句話：好嘅感情唔係立特烈烈，而係一個人願意用耐心同溫柔，慢慢融化你心入面嘅冰。百花獎影後獎牌對維斯雅嚟講，唔單止係流量同資源嘅加持，呢份榮譽係行業對底層小人物16年堅守嘅最高肯定。冇資本撐腰，冇流量攞鏡，冇後台助力，維斯雅丹憑一腔熱愛同遠勁，硬生生同出名堂，面部重傷。前路未卜時，佢冇消極，抱怨佢始終心態平和，相信自己可以快速康復，坦然面對留疤嘅風險嶺。獎台上帶住未癒傷口嘅維斯雅，講住帶港味嘅普通話，真誠分享感悟。佢引用戲中對白坦言：人生如搭車，要好好感受沿途風景，珍惜身邊之人。佢話一套好電影可以改變人生，可以令我哋活得更好。佢會拍更多打動人心嘅小角色，冇華麗辭藻，冇刻意煽情，係一個普通人攞到屬於自己嘅榮譽之後，最真誠嘅心底話。16年風雨兼程，由窮到恩嘅龍套演員做歷史性嘅百花影后，佢熬過無數無人理會嘅低谷，終於迎嚟屬於自己嘅繁花盛景。所有唔為人知嘅死磕同堅守，最終都會變成照亮前路嘅光。而佢獨自推住行李釘行出機場嗰個畫面，終將成為今屆百花獎最令人難忘嘅瞬間。因為嗰個畫面話俾我哋知，真正嘅榮譽唔需要前呼後擁，唔需要排場加持。你手上揸住嘅獎牌，心入面裝住嘅熱愛，你身邊企住嗰個啱嘅人就已經夠晒數。最後想講一句，維斯雅嘅故事之所以觸動到咁多人，唔係因為佢攞咗幾大個獎，係佢令每一個默默努力嘅普通人見到希望。你可能而家做緊毫不起眼嘅工，可能正經歷緊冇人問津嘅低谷，可能正懷疑自己嘅堅持到底有冇意義。等你睇下維斯雅16年龍套50幾針傷口拍蚊嘅拱景，10幾張證書嘅後路，佢全部熬過晒人生。呢趟車既然上咗嚟，就好好享受沿途風光，好好同身邊嘅人傾偈，因為你永遠唔知屬於你嘅嗰一座獎壩會喺邊一個站等你。